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3月26日，講緊首季香港樓市氣氛可以話係5年以嚟最旺。據美聯物業數據顯示，今年首季買賣註冊宗數暫時錄得大約20015宗，係近5年以來首次喺首季突破2萬宗。呢條線比起去年同期大幅增加，顯示市場氣氛真係旺翻。喺財政預算案公佈滿1個月之後，新盤市場明顯受惠資金流入，一手成交價量齊齊上升，樓市延續受惠預算案效應。先講今日焦點新聞，香港足總名譽副會長余錦基日前沽出佢喺九龍塘惠州道嘅大宅，成交價超過1.9億。呢個物業地盤面積約5040尺，實用面積超過8200尺，持貨超過半世紀，帳面升值高達253倍，獲利約1.89億。要知道，呢間屋早前放盤價高達2.5億，最後減價大約24%先售出。呢宗交易不單止反映九龍塘大屋依然有承接力，更像指老牌持貨者出貨，資金重整嘅趨勢開始出現。講到豪宅市場，近期成交同樣精彩。西半山天譽一個4房現樓單位以大約1.41億沽出，尺價約51000，堪稱近期市區豪宅焦點之一。而海和山一幢洋房更以半億港成交，創出項目新高價。另一邊，新世界發展喺九龍城嘅津博特色戶亦登場，926.7萬售出，尺價超過2.8萬，一樣刷新項目紀錄。呢啲數字顯示，買家已經唔再觀望，而係實際行動入市。但係講到市場正反兩面，蝕讓成交仍然有，特別係新界細價盤，一啲高位入市、按揭利率較高嘅業主開始選擇割價離場。例如屯門海逸灣嘅開放式單位，持貨7年，輸大約1成1；元朗 Genova 單位貶值210萬。再睇居屋市場，沙田裕翠苑一個未補地價嘅2房單位，以532萬售出，持貨5年，帳面蝕少少。匯景閣同層18伙早前以2.29億沽出，貶值接近2成，反映部分高價購入嘅業主開始止血。相反，部分新盤表現依然大旺，成為市場焦點。將軍澳日出康城、海堤灣由信和置業同港鐵合作發展，近日以招標形式再售出12伙，涉資近1.7億。大手客更以超過4700萬買入4伙海景戶。市場有傳項目準備正式開售，預計會掀起另一輪認購潮。另一邊廂，天譽成交熱烈，海開累售84伙，套現7.6億，最高尺價達3.6萬。雅盈豐再有大手客出手5609萬，掃入3伙。而恒基地產紅磡首會提價加推，反應非常熱烈，累收1000票，超額9倍。雖然週末睇樓氣氛熾熱，但係最新數據顯示，一手成交按週略為回落。早前錄得逾200宗，最新按週減少約47%，反映部分買家觀望情緒回升。不過二手市場就相對平穩，10大屋苑總共錄得個位數成交，好似利嘉閣數據維持9宗，太古城一個3房成交突破1000萬關口，亦算係市場信心指標。但係講到市場正反兩面，蝕讓成交仍然有，特別係新界細價盤，一啲高位入市、按揭利率較高嘅業主開始選擇割價離場。例如屯門海逸灣嘅開放式單位，持貨7年，輸大約1成1；元朗 Genova 單位貶值210萬。再睇居屋市場，沙田裕翠苑一個未補地價嘅2房單位，以532萬售出，持貨5年，帳面蝕少少。匯景閣同層18伙早前以2.29億沽出，貶值接近2成，反映部分高價購入嘅業主開始止血。相反，部分新盤表現依然大旺，成為市場焦點。將軍澳日出康城、海堤灣由信和置業同港鐵合作發展，近日以招標形式再售出12伙，涉資近1.7億。大手客更以超過4700萬買入4伙海景戶。市場有傳項目準備正式開售，預計會掀起另一輪認購潮。
另一邊廂，天宇成交熱烈，海開累售84伙，套現7.6億，最高尺價達3.6萬。雅盈豐再有大手客出手5609萬，掃入3伙。而恒基地產、紅磡首匯提價加推，反應非常熱烈，累收1000票，超額9倍。雖然週末睇樓氣氛熾熱，但最新數據顯示，一手成交按週略為回落，早前錄得逾200宗，最新按週減少約47%，反映部分買家觀望情緒回升。不過二手市場就相對平穩，10大屋苑總共錄得個位數成交，好似利嘉閣數據維持9宗，太古城一個3房成交突破1000萬關口，亦算係市場信心指標。除咗住宅市場，商業物業都出現新氣象。寫字樓市場呈兩極化格局，核心區例如中環租金有望企穩，非核心區就仍然受壓。政府推動嘅城中學社計劃，帶動酒店及大額投資物業交投，包括富豪東方酒店以15億易手，成為近期焦點成交之一。地產股方面，花旗發表報告指，香港地產股喺2025財年受惠利息成本下降，對2026財年指引表示鼓舞。首選新地、長實同太古地產，整體基本面改善，不過短期內或仍有波動。講到整體代理行睇法，中原、美聯等幾間主力行同聲指出，市場氣氛明顯回暖，新盤主導整體交投，帶動整體成交量。二手方面，雖然仍有個別蝕讓盤，但係總體仍屬健康調整階段。市場資金充裕，信貸環境漸穩，加上人才引入政策帶來實際置業需求，預期第二季樓市仍會維持正面走勢。總括而講，2026年首季樓市可以話係冰融變暖，豪宅市場率先發力，中價盤交投穩定，新盤成為領跑主力，而部分舊貨蝕讓只是個別現象。若未來息口穩中有降，加上政府政策繼續支持置業信心，樓價中線走勢有望保持平穩向上。